大家好，我哋來自6A 班，我係張新宇。我係莫仲恩。今日我哋要傾下一個好得意嘅日子，叫做全國生態日，仲有得意嘅大熊貓 BB 生日。我有上網搜尋過全國生態日。全國生態日係由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設立，定於每年8月15日喺全中國推行生態文明領域嘅綜合性活動。係啊，習近平主席講過，綠水青山就係金山銀山。即大自然係我哋最大嘅財富，就似金山銀山一樣，大家要悉心保護。所以係唔可以破壞大自然，例如不可亂抌垃圾、破壞郊野公園設施等。要珍惜大自然，愛護動植物。全國生態日有唔少嘅活動，就等我講下有咩活動啊。相關嘅政府部門喺8月份舉辦咗一系列嘅全國生態日活動，而9月份嘅週末夜晚，我哋可以參加免費嘅夜探螢火蟲活動，仲有生態日專題展覽，仲可以喺展覽中玩互動遊戲，體驗森林世界。聽起嚟好似神奇冒險之旅喎，我都想去睇下。活動詳情你可以到漁護署或鄉郊保育辦公室查看各活動嘅參加辦法。好啊。只要生態保護得好，保育行動有成果啦，就連大熊貓都可以保育。就喺上一年8月份，我哋見證咗熊貓龍鳳胎 BB 嘅誕生。係喎，動物 BB 都係最好嘅證明啊！大家睇下左邊嘅圖片，你哋記唔記得兩隻港產大熊貓叫咩名呢？我知，佢哋係龍鳳胎嘉嘉同德德，佢哋喺上年8月15日出世，而家先啱啱1歲。嘉嘉同德德真係好得意啊！唔知佢哋有冇揀生日 party 呢？有啊，你睇下右邊嘅圖片，海洋公園為德德嘉嘉舉辦咗大 party， 仲有18位同嘉嘉德德同一日出世嘅小朋友一齊慶祝，場面超熱鬧。我哋要珍惜擁有大自然資源呢份幸福，從小做起，努力守護大自然。我都要講俾我啲朋友知，叫佢哋一齊保育我哋嘅地球。一起守護香港呢個美麗家園，保保育育大大自自然然。。多謝大家。